今日嚟到京士柏介紹帝庭園5座低層 A 室。點解介紹帝庭園？帝庭園一向俾人話望醫院風水唔好，不過伊利沙伯喺下年會逐步搬到啟德，所以前面嘅景觀將會一番新景象。今日介紹呢單位實用面積1136尺，係一個套3房單位，有功能套房，亦附帶1個車位嘅。廳係橫廳，客廳有個落地玻璃，所以採光非常理想。單位客飯廳加埋有340尺。帝庭園非常實用，主人房面積接近150尺，方方正正。另外2間房，一間向前，一間向後。2間面積都接近100尺。大家睇完片想睇樓，俾電話我係九龍豪宅袁占章，我電話902-596-9026-666。